有本港嘅升學顧問就話，今次嘅事件對香港留學生嘅影響唔大。想講每一年咧，大概只有可能10位嘅學生咧係入到哈佛嘅。咁所以真係備受影響嘅一啲嘅小朋友，可能係即係每間國際學校裏邊嘅一啲嘅尖子之中嘅尖子啦。但係即係可能存在就會有一個風險喺度啦，就係話可能一心諗住去報哈佛嘅一啲嘅家長，嚟緊嗰年都未必會報啦，因為哈佛個聲譽始終都係有一個即係損害喺度啦。咁佢哋可能會寧願去報其他嘅頂尖嘅美國大學，其他嘅 top 嘅學校咧，個競爭性會大咗好多咯。其實點解係一間咁出名、咁排名高嘅學校咧？係因為佢本身嗰個資助都好宏偉啦，佢做好多唔同嘅研究啊。如果香港嘅大學想 catch up 嘅話，咁我哋首先會需要有資源放喺呢啲學校裏邊啦。咁同埋要出版一啲即係對社會有貢獻嘅一啲嘅 research 啦，要培養一啲對社會有貢獻嘅一啲嘅人才咯。但李國浩就話，香港亦都有自己嘅優勢。香港始終都係亞洲嘅 hub 啦。咁可以講講，其實香港嘅大學咧有幾門科目咧係世界著名嘅。咁尤其是譬如科大嘅一個 global business 嘅一科啦，咁即係香港人就會講係神科啦。咁其實overall 喺香港讀 business 咧都有佢優勢，因為你係基本上會俾到一啲嘅外籍嘅學生一個喺即係可能睇睇內地嘅一個市場嘅一個眼光一個角度啦，亦都能夠可以俾到佢哋睇，譬如東南亞嘅情況係點樣。